哇！今日真係夠晒刺激啊！全球關稅大戰正式揭幕，黃金一早由3136起飛，一路衝到上去3167.5，再創歷史新高啊！當你以為黃金喺呢個 moment 忍唔住要爆啦咩？錯晒喎！之後咧急速回落去3062，一日之內咧回超過105蚊美金。今日3136咧係升浪嘅起點，依家回調穿咗3100，基本上咧就可以話呢一浪嘅升勢咧暫時告一段落啦。睇嚟咧，今次又係一次買預期賣事實，趁住關稅戰消息一出咧，班西裝即刻出貨着草咯。依家市場嘅波動好大啊，大戶喺上面殺完空倉啦，下低咧又割埋啲揸倉，實行你個冚家富貴啊！如果3100確定由支撐變成壓力位嘅話咧，咁下一個重要嘅支撐位咧就要去到2951啦。依家咧就要睇下收市之前咧可唔可以上翻3100樓上啦。如果有做緊期貨嘅朋友咧，倉位記得保持彈性，仍然唔建議做長沽啊，最多短線沽倉搏回調偷下雞好啦。記得撳個 like，訂閱我個 channel，每日幫你追蹤黃金熱點。有問題咧喺留言區問，我哋一齊研究，一齊進步。